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工务局吼，咱乡亲朋友吼，咱知影。咱伫路面啦吼，也是讲咱生活这周遭，时常看到工务局的一寡吼，这个因的业务比如讲咱看人咧污水沟啦，或者是讲吼咧污马路啦，也是讲吼路顶啦吼，种种这个业务吼，当然咧这业务足济啦吼，属于伫工务局的这个业务但是呢，我今仔无法度吼，安尼一项一项吼做详细，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但是今仔要讲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资讯，就是讲要互咱的乡亲朋友知影吼，就是讲咱工务局所做的这业务吼，包括讲挖一条马路也好啦吼，有阵时呢，咱吼这个挖马路铺好的时阵，甚至伊品质，真正有够咱的标准的吼，是毋是讲吼这个咱的这个品质吼，咱的乡亲朋友吼，是毋是会当吼做伙来替咱的这个政府单位把关？因为吼，咱市长讲啦吼，讲咱的这个算讲政府的这个资源总是有限啦吼，但是呢咱的这个民间的资源是无限的吼，因为民众你伫个路面经过的时阵吼，啥物人要经过拢毋知影吼，啥物人拢会当看到这个工程吼，所以你若是感觉讲，这个工程你有意见吼，或者是讲你有你的看法，你嘛能随时吼，甲咱的这个工务局吼，用来沟通啦吼。其实这个沟通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啦吼。那么咱其实呢伫这个中央吼，因嘛有举办吼这全民监督公共工程的一个算讲吼这个。评鉴吼，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已经连续吼有8档的这个当中吼，是这个全民监督公共工程内底吼，因得到吼全国之冠，就是第1名啊。所以呢，伫这个中间，表示讲呢，咱这个工务局的这个工程呢，是互咱的这个民众吼，应该是讲透明化的啦吼。咱的民众若随时要甲咱工务局来沟通，应该是畅通无阻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吼，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工务局吼主任，来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这个介绍，因为毕竟呢。咱民众还佫有一寡部分是无了解咱今仔日邀请咱的这个主秘周玉明周主秘来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主秘你好，你好，袁姐你好。是，那么讲到这个全民工程的这个全民督工啦我咧想呢，在这个字面上，其实一般人都很容易就能够了解伊的意思啦只不过就是讲，执行的这个部分，可能有的民众就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嘛？请咱主秘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说明，好不好？是，我先说明一下全民督工的意义全民督工意义最主要就是说，可以字面上简单说就是全民来监督公共工程然后如果要讲到全民督工的一个缘由的话，可能就要讲到工程的3级品管然后从这张字卡上，我们可以看出工程的3级品管包含了承包商会进行品质管制，也就是我们说的 QC 的1级品管，然后工程主办机关跟建造单位会进行品质管保证的2级品管，然后工程施工查核小组是进行品质查核3级品管所以这就是工程的3级品管。那不管是2级品管或3级品管，这个都是政府部门的一个监督跟督导的机制所以工程会在91年将这个全民督工的一个机制纳到我们的工程品质里面来，希望就有民间的力量来督促政府的施政，然后及早发现工程的缺失所以全民督工大概就是任何的民众在任何时间如果遇到公共工程品质有缺失的时候，他都可以来通报所以最主要目的就是借由民间的一个监督力量使我们工程的品质可以提升。是人讲权力不要这个让你的权力睡着了啦以前有一句话啦那么这嘛是咱民众的这个权利嘛因为咱每一个人都有缴税缴税咱就是要做一寡工程，要做一寡建设。那么到底咱把这个税金缴予咱政府了后呢，咱政府去执行这个建设啦，这个工程的时阵，伊是毋是有认真无那么当然啦咱民众的权益足大的啦以前咱是选一个民意代表请议员去监督啦其实呢，咱除了讲这个议员来甲咱监督以外，其实咱民众伊家己就会当来监督家己呢，若是有看感觉无适时的所在，是
感觉讲吼，你有感觉讲啊，这个地方你有意见吼，其实咱两个当甲干务局吼来沟通啦吼。那么在这个当中吼，我咧想，既然咱台南市吼也有8年吼，蝉联8年呢吼，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啊！蝉联8年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回吼？给咱其他的这管区透露一下。好，台南市在合并后哈，从101年到108年哈，连续8年，在全国的评比哈都是全国第一哈。那除了优良主管机关之外哈，我们还有优良的主办工程机关及优良的通报民众这个部分的奖项哈，也是全国最多的哈。然后工程会在期间哈适度邀请台南市政府到工程会去做经验分享，好，然后作为各县市的一个楷模哈，然后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哈，是台南市的绩效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在效率部分、跟满意度部分、回馈部分跟宣传部分这4个部分哈是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哈。那我们在效率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哈。那以108年为例的话，台南市是在1.4天哈就完成了一个全民督工的一个绩效哈，然后各县市政府是在2.15天完成哈，所以我们的绩效是远比各县市政府还快哈。然后在满意度的部分哈。整个满意度在108年度，台南市也是满意度100%，好，然后全国平均大概是77%，好，然后在满意度填报率的部分是47%，哈，也是优于全国的通报率19%，哈，所以这些数据哈都显示台南市的一些绩效哈。然后第3个部分哈，就是有关于回馈的部分哈，我们市府在每季哈都会汇整全民督工的一个常见的缺失，好，还有一些类型哈，然后回馈给各工程主办机关，好去做检讨预防的动作哈，然后每年也会召开定期的检讨会，然后希望相关的全民督工的缺失可以降低，好，然后第4个部分是在宣传的部分哈，我们台南市政府大家也知道经济非常的拮据哈，所以我们是采低成本、好多元的宣导方式啊，我们会利用学校还有区公所的一些跑马灯好来做宣导。好，那在纸本的方面哈，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公务特刊哈，还有市刊等等来做宣导。好，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开工典礼哈、竣工典礼，还有一些典礼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宣导动作哈。然后最重要，我们也会透过媒体还有发布新闻稿部分哈，来显示我们的一些宣传的效果。哦，如果咱迄个主秘有讲到吼，优良的通报民众是啊，优良的通报民众是安怎？就是说，工程会从这些通报案件里面哈，会选出比较好的通报内容，好，然后来颁奖，好，那这个最高的奖金是1万块，然后台南市哈，在这几年大概也有好几位的民众都会获奖。所以有一种外口有一种叫做检举达人，但是检举达人那有点负面啦哈。其实呢，咱是希望讲吼，或者这个工程吼是良性的循环啦哈。所以呢，咱的民众你讲要去通报，有时候你就不要做那种好像是一种捣蛋啦哈，还是讲。当然嘛是希望讲往正面的迄种这种监督啊，然后呢，伊去通报的是算讲有意义的，哈，不要我被。就是有些人就没事找事做啊，是讲吼，无代志咧发泄情绪啊，是讲吼去找一个人吼，安尼妹妹咧伊嘛好啦吼。所以呢，咱伫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去鼓励讲民众吼，你咧做监督的时阵吼，是做一个良性的监督，而不是去做那一种吼有点故意叫捣蛋啊，是故意要找茬，是讲故意要找麻烦的迄种的通报啦吼。所以伫这方面呢，我们就是讲嘛鼓励咱的民众吼，当然呢，咱的这个工程都是透明的哈，希望说咱的这个民众哈，嘛是关心咱家己的地方哈，啊关心咱的工程哈，因为有透过咱民众的这个监督哈，我们这个工程可以更好，品质可以更好，而且速度也会更快哈。那么哈，咱拄我讲到咱这几档已经连续8年了哈，那么。咱的民众吼，因伫这个当中吼，他们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嘛吼，因为咱的民众若无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得这个奖哈。那么伫这个当中吼，那个民众他们在通报的这个当中吼，你们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案例啊，或者是说一些状况，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分享？我这边有带了一个真实通报的案例哈，这个通报地点是在。仁德的中山路，好，我们也知道它是在高速公路下的道路哈，所以它通报的内容就是因为很多个管线单位在施工哈，造成补丁不平，好，所以它通报内容哈。然后后来我们去现场看哈，它其实施工单位蛮多的哈，包含了下水道的工程，好，还有人行道的工程、电力、宽频、自来水等等哈，所以相关的
管线单位很多哈，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办会勘去厘清相关单位到底是哪个单位要负责哈，所以最后我们会勘也有厘清相关单位哈。然后这个是改善前的照片，好，这是改善后的照片哈。然后整个处理下来哈，我们会把相关的处理情形都告诉民众哈。然后民众最后有填一个满意度是非常满意哈。他满意的原因是感谢迅速会勘，好处理问题的争议点，并且有改善好，也借着会勘权责哈。厘清好，所以这个部分有填列满意度的部分哈。那因为这个路段哈是在交通繁忙的路段哈，所以我们除了这个通报地点以外，我们两边的道路也有全面的去检视到底需不需要改善。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成2个阶段哈，在107年的6月到9月哈，把这个整个路段做改善，以改善这个品质哈。然后这个案例哈，后来有得到优良的工程品质哈，以及通报民众的奖项所以这就是一种示范的案例啦就是讲民众伊也是真正关心咱的工程，关心咱的这个家园啦所以去做这个通报的这个内容，就是希望讲这个进度会当顺利完成那我们公务局家接到咱民众的这个算讲伊的这个电话或是说他的这个通报了我们也很积极在帮民众就是达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目标了那么就是讲咱民众那是讲因在通报这当中以前拢是打电话啦当然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啦应该也有很多沟通的这个管道啦各有那些民众都咱在讲其实他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啦我们跟5位民众他没有去通报过或者是说他现在在看这个看电视的时候有想讲敢有影唔知我去通报到尾怎尾要一只去无这方面是不是嘛这个人今天的机会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OK 好，通报的内容其实我们这边有看到有几个部分都可以去做通报像如果是现场规划设计不周的时候。这个可以做通报，也就是说道路的排水可能不良，或者是它的交通所以那有些标准是的，是的，它如果耗资规划不当的时候，这个部分就可以通报。然后第2个部分是工程品质不良的时候，例如说道路有坑洞，或者说你的人行道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或者我们做出来的挡堵墙裂缝有很多，这就属于工程品质不良的部分然后在安全措施的部分，这个是通报率非常高的就是像现场可能该那个围篱它没有围或者是说施工鹰架常常倒下来嘛，那个部分没有固定牢靠，那个都很危险然后第4个部分通报的内容大概是环境卫生这个也是很常通报的部分像如果你现场如果有积水情形，或者一些剩余土石方乱倒工地噪音尘土飞扬等等然后第5个部分就是工程进度缓慢像如果一个工地可能它开工完以后可能就停在那边都没有施工这个部分我们都该通报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其他类其他类像是说如果这个工程有占到你的私人地或者说相关的机具有把你的邻房损坏掉这个都可以来通报那么咱现在目前啦平均一档还是讲一个月，差不多有偌济通报的这个数量？一档如果以去年为例，大概是100件，然后前几年大概都100多件，所以件数有逐年在下降当中。那么咱通报啦以前上迄个传统的方法就是寄电话起来卡嘛即马佫有网络啦佫有其他无？咱的这个主秘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说明？是全民都工的通报其实很多元我们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来。最常通报的话就是用网络来通报它的网址就是在这边其实这就打工程会的网站我这边可以秀一下，到行政院公共工程会的网站它下方就有一个全民都工的一个系统我们把它全民都工点进去点进去以后，这边就有一个民众通报端跟政府机关端所以民众如果要通报的话，就点民众通报端进去然后进行通报的程序。那它通报的流程就4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把你相关缺失的位置把它标出来，它的地点。那你就是要点进去嘛？对。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说相关的缺失是哪一些，通报人的一些资本资料把它填写完，然后上传缺失照片，然后最后就可以确认立案。所以这个案子就会通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然后第2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全民都工的 APP 这个也是目前很常用的一个系统然后它通报的六个步骤就是第1个是选地点，然后第2个就是填内容，第3个就是传照片，第4个查改善第5个就是可以反映满意度然后这个要怎么样来下载呢？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它有分成 iOS 系统及 Android 系统，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下载它的 APP。然后其他部分就是刚刚袁姐有讲到免付费电话，它的电话是0800-009-609，用传真、信函或者是纸本寄送也可以，所以这些都是通报的方式。所以你方便用什么方法啦？有人是是我时大啦伊用网络伊袂习惯的时阵，然后伊打电话还是较习惯啦那么伊有打电话去啦然后你还有足侪种传统的用寄批嘛是会当啦当然即马我咧想这应该是愈来愈少啦即马上普遍应该是网络啦那么当然啦，咱民众来甲这个政府单位来通报了咱政府单位伊的这个作业流程是不是嘛？甲咱透明化，让民众知道，好吧？是的。台南市有第一个全民督工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SOP它大概是5个步骤，都包含通报、确认、勘查、改善、结案所以我们接到案件的时候，我们先过滤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我们市府的，如果不是的话，会请工程会来这边来改分那如果他的案件是比较不明确我们会请通报人再确认一下他通报的内容然后案件确认以后，我们会电话跟 email 的方式去通知主办的机关做权责机关的确认然后如果这个机关确认不是他机关的权责的话，我们会改分给其他机关然后如果确认机关以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现场勘查或是办理会勘然后我们将会勘的结果会登录在系统里面所以民众可以直接到系统里面去就知道目前改善的情形然后期限内改善完成，我们会将相关的一些照片传到系统里面去然后最后登录系统以后，我们会主动的跟通报民众来联系然后民众最后会填满意度如果是满意或者没有填满意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结案备查如果民众有不满意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再来了解他不满意的原因，然后进行改善这是我们整个SOP 然后另外我们整个有一个绩效的管理就是从通报到结案我们是在3天以内，然后它的满意度我们是控制在80%以上。3天跟80%所以咱若是民众去通报了大概3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工程他要求的可能就能够结束了是的。那么就是讲咱伫这个监督的这个当中，我看你咧那个网络它里面有一个全民的这个监督是民众去通报嘛还有一个是政府通报嘛我在想去有民众通报的时候，应该是最后的阶段啦应该是咱政府家己有家己自发性，家己有去随时去了解所以呢，这个动作应该是政府会比民众更加紧。那么我们在政府的这个通报这个当中他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政府的通报其实这个应该是说控管这些全民督工通报案件的进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页面可以去查询目前已经完成的件数好，例如我们以台南市的例子为例我们把它点进去这边就会看到整个处理的天数跟处理机关还有它的办理情形然后相关的改善照片也都会在下面秀出来，那民众可以进去这个系统去看它到底这个通报案件到底改善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可以去填满意度我咧想讲像他拄仔你咧讲的伫迄个林德迄个高绿的下骹家啦民众他怎么像今天我们有这个资讯我们才知道那一般的民众他们以前他们怎么会这么清楚说市政府会当有这种做法去通报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会常常做宣导，刚刚有报告过台南市的宣导大概就是就是各机关的跑马灯会去跑嘛那我们在办理一些活动，不管是开工典礼完工典礼这个我们都会宣导所以民众对于这个全民督工的接受度应该目前是算很高的所以我可能没有被这个被咨询到那么咱市政府啦伫咧推动这个全民监工动员啦咱伫这个当中拄仔咱有讲咱伫全国来讲，咱已经蝉联8年算讲伫这方面可能是因为咱的以前的这个经验嘛足丰富的所以一直累积那就是说日积月累互咱的成绩愈来愈好啦我在想，好是其他的这个管区可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每一次第1名都是你们拿其他的这个管区因要安怎？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这个其他的县市因有什么要创新的，或是说他们也想要那个迎头赶上的？全民督工大概
做到这里哈，大概全国县市大概做的都差不多，只是说它处理的时效，可能有快有慢，它处理的满意度可能有高有低，它的满意度的填报率可能有高有低，好像台南市在这几个指标上都做得还不错，然后其他的县市大概目前都迎头赶上当中。像最近这几个月啦哈，民众呢去通报大概会是什么内容啊？其实通报的内容大概有分2种哈，一种就是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就是说目前发包在施工中的工程哈，然后另外一种就叫非在建工程，也就是说完工以后在使用中的工程。其实非在建工程的通报率也非常的高，像你如果走在路上有坑洞，那个通报就是非在建工程，这个比例也算非常的高。或者说一些工地的一些安全措施没有做好，这个也会来通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的通报内容。民众即马最近啊，对咱台南市的建设啦，还是讲工程，较满意的是什么货？较满意应该是路平这一方面。虽然我们道路的品质还是有一些要改善，不过路平做完的部分去检视都还算平坦度算蛮好的。路平上盖好的，跟我们举个例好不好？举个例啊，像我们一些环状的，像中华东路、南路这些，我们都陆陆续续在做环状线的部分，比较大条的，像东门路啊，一些小东路等等，我们陆陆续续每年大概都有大概3亿的经费在做路平的专案。那么目前啊，咱台南市除了讲路平的这个案件以外啦，咱阁有啥物大项的这个建设，拢是属于咱工务局的这个业务。公务局的案件其实大件的也很多，像不过大概都是代办工程，像我们的炮校工程，就将近好几10亿，然后棒球场工程、会展中心工程，像这加一加就已经大概200-300亿的工程，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工程。然后另外就是比较大的工程就是生活圈的工程，像北外环道路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工程。好多你讲的炮校的工程啊，当然这是还没有合并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到目前为止啊，伊的这个进度差不多是安怎？目前进度大概是它总共有19栋的一个建筑物目前大概都是基础的部分都已经完成然后陆陆续续在赶工当中，大概在2年后大概就可以完成。那么以后完成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它大概就是地上物大概有一些19栋的建筑物，然后一些绿化，然后排水，整个规划都是整体的。那么咱市政府家己自我的要求也很高啦是不是？咱家己随时也可以抽验。对，抽验的部分有分成2个，像我们有一个工程施工查核小组每年大概要帮你查核大概140件，在140件的查核中，我们到现场会去做尺寸的量测，然后材料的部分也就抽查，那这个抽验的比例大概高达70%，也就10件我们大概会抽7件的材料去做试验，然后工程会大概有定一个标准，大概是30%以上，然后台南市还有一个机制是属于材料试验的履历机制这个部分是从104年开始建议然后我们是用大数据的方式去把承包商、建造单位还有材料供应商的一个材料履历全部都建立在里面。我们从这个系统中可以去了解承包商的不合格比率高还是低然后每季也会同建造单位跟施工单位去现场去做抽查，针对不合格率比较高的厂商去做抽查，所以这个台南市的抽验机制是属于科学而且严谨的一个机制。是。那么就是在这当中咱安尼连续8年，我们还希望更好嘛连续8年的这个全国冠军那么在这当中，咱市政府是不是阁有较先进的，还是讲在这个方面有较周详的这个计划？总是希望说好还要更好更创新的几挂作为。咱主秘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是。台南市的全民督工大概有几个特色跟别县市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结合1999在102年的时候，我们的督工的案件是比较少，所以我们会结合1999把这些工程品质不良的部分我们会纳到督工来做列管来管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满意度填报率的部分其实这个一直满意度的填报都非常的不高因为民众填报意愿也不高所以我们为了激励这个民众来填满意度所以我们都会寄了一些宣导品然后我们用明信片的方式会寄给民众然后请他勾选他的满意度再回传给我们所以这几年大概满意度的填报率都达到50%以上也就是通报案件2件就有1件会来通报然后第3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个火金菇的夜间访查因为全民督工有大部分的通报案件是属于交通维持，或者是说警示灯不足的部分。你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夜间去看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同仁也很辛苦在晚上的时候
会针对这些通报案件去现场做了解，到底它的警示灯会不会亮，它的交通措施到底有没有做好。然后第4点，台南市的全民督工跟施工查核是紧密的联合。像去年通报案件52件的在建工程我们就去查核了19件。那查核比例大概是30%以上。所以每3件会有1件去做查核的动作。然后另外我们会针对通报的内容去做联合查核，也会找环保局、劳动部、治安署相关的单位去做联合查核的动作。这个可能就是台南市全民督工的一个特色。那么未来像这方面我在想市长对这要求相关市长伊的看法是啥？当然好还要更好啦。所以我们有很多创新还继续在推。像我们这几年大概就是有办优质奖。就是今年是第2届。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良性的竞争使得厂商可以找到好的厂商来。然后我们也从这些好的案件会去提报给工程会去做争取金质奖的奖项。像今年我们大概就有6件去提报金质奖，希望可以获奖。那这也是历年来最高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访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维护管理的阶段。像我们去学校完工后去学校，然后去那个图书馆，去抽水站，去转运中心等等这些建筑物它维护管理的有一些缺失，我们会找专家学者去诊断，然后把这些缺失汇整起来，然后回馈在设计单位。以后我们设计的时候，这些就可能要避免。以后维护就可以减少一些缺失。这个也是台南市在努力的方向。是。那么最后啦咱请主秘给咱做一个总结，好吧？好，这边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在路上不管发现工程缺失你都可以来通报。因为通报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可以提升我们的公共品质以外其实每年工程会都会针对这些案件去做评选。会选出优良的通报案件这个都有奖金的所以台南市刚刚有报告过，台南市有好几位已经都有去工程会领过奖回来。是，所以你若想要领一个小确幸给一个加菜金那个通报这个管道是畅通的咱的民众随时用咱主秘给咱介绍的打电话也好啦网络也好啦还是讲用小批上传统的方式拢会当来做通报咱咧讲的就是这就是咱公共工程全民督工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啦如果咱有讲到讲工程品质要更好，那么咱全民督工不可少市长嘛讲啦政府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咱的民众的这个资源是无限的你想看嘛，咱民众一天敢伫这个路里安尼行来行去对我们的这个工程的品质会当做好把关随时甲咱的交通部局来做通报那么今天咱感谢咱台南市公务局咱主秘周玉明主秘来甲咱的乡亲来介绍咱这全民监督的一个内容甲过程。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谢谢。